人生脚下的路，没有人能替你决定方向；心中的梦，没有人能替你实现。风吹雨打，才知生活；苦尽甘来，才懂人生。其实，人生就是一种感受，一种历练。没有等出来的辉煌，只有拼出来的精彩。在课程的训练中，我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努力，一起研究，一起快乐学习。在400小时的训练课程，即将在结业典礼上展现成果。此时此刻，也祝福同学们结业后迈向全新的里程，走出稳健的步伐，迎向美好的人生。